在座的每一位，这次呢也放下了手边很多的工作，而且大家也都非常的繁忙，但是却愿意抽空特别来参加这一次的课程。那看到大家有升起这么一念这么好的一个清净的学法的一个心，因此有这样的机会相聚在这里，有这样一个课程，首先忍不住要谢谢每一位。那么在这一次的课程主要教授的方法，修持的法门就是大手印。那么大手印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从它的利益上来说呢，过去第16世大宝法王曾经到国外去的时候，当时的这些外国弟子们，他们就请问16世大宝法王说，有什么一个法门是特别针对我们外国人特别容易修持，针对我们现代人合适我们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也好，或者一个教授一个经典，什么样的这个法是我们首先要翻译的要学习的。那当时第16世大宝法王让琼里贝多杰呢就特别说，要翻译学习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大手印的法门。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说大手印的法门它有多殊胜，因为它可以说是特别针对于现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可以修的一个法门，而且是特别针对这个时代它特别有利益跟效用的一个法门。可以看到现在呢，在世界各地佛法都非常兴盛，尤其呢是密乘的法门也非常的兴盛。在过去印度来讲呢，就有修持这个大手印而得到成就的有84位大成就者，当中有男众也有女众，这可以说是修持密乘修持大手印而成就的一个代表，也就是84个大成就者。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84位大成就者当中呢，他们每一位成就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有做着各自不同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会不会说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同，就没有办法修持大手印修持禅修呢？并不会的，而是他们在不同的工作生活当中，也同时修持大手印的禅修而得到成就。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其中的一位叫做因扎菩提的这个国王，他是84位大成就者当中的一位。当时呢，这位国王他非常的富有，而且他的国事政务也非常的繁忙，但是呢，他依靠了上师学习大手印的口诀，并且实修这个禅修大手印的法门而得到了成就。所以他并没有说因为修行而他舍弃了他的财富，或者停止他这个各种的政务各种的国事，并没有，而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修持大手印而得到了成就。就好像是这个例子，在座的我们很多法友当中，有的人生活也非常的富有，非常的优渥，那有的人呢是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我们可能会担心我是不是因为要忙着工作就要舍弃修行，或者说那我决定修行是不是就要舍弃工作？事实上是不需要的，因为有这么一个法门，也就是大手印的禅修，可以帮助我们一边工作同时一边修持。也就是在工作当中禅修大手印，观看我们的心性，这两者工作跟修行是可以一起的。那我们再举第二位例子，第二位过去的修持大手印而得到成就的，也就是龙树菩萨。那我们可以知道，龙树菩萨呢，他是一位大学者，同时是一位大智者。可以看到当时他的那个时代，在印度呢是佛法非常兴盛的时代，而同时呢也是各种的外道、各种非佛教的各种的教派也好，各种的哲学理论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而在同时呢，那个时代当中，各种的哲学理论、各种的这些教派，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都非常的兴盛。所以呢，当时龙树菩萨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行仪事迹，也就是他对于这些好的宗派、好的这些教理，他会以赞扬赞叹的方式弘扬，
而对于这些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这一些道理或者是宗派呢，他会将他们透过辩论的方式一一的驳倒，一一的辩论。所以可以说他同时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写作非常多的著作，非常多的典籍，而且以非常非常精辟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种理论逻辑思维方式呢，来驳倒跟驳斥这些很多不正确的见解。但不仅是如此，也因为他这种智慧非常的广大，所以很多人说，很多学者后来研究说呢，在龙树大师出现之后，当然佛法自宗的佛法也得到一个更精确、更准确的一个义理方面的一个整理。但同样呢，甚至很多非佛法的一些其他教派、其他宗派的很多的义理呢，也在龙树菩萨出现之后呢，而有很多的改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龙树菩萨他太有智慧了，也因此呢，无论是自宗佛法或者是其他教派呢，都不得不接受他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跟理论。那么，但是呢，他不仅仅就是一位学者、很有学问的人而已，他同时呢，实修实证而得到了成就。那么他是如何实修实证呢？也就是譬如当他在撰写这么多的论点，驳斥、驳倒各种的这些不正确的见解的著作的时候，同时他也在禅修大手印的方式，所以而得到了成就。因此，在座的很多法友们呢，可能在座的很多是教育程度也非常的高，很有学问，同时工作也非常的繁忙。但在这样子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各位也可以一起来修持大手印，那么这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的。同样的，那再举一个例子，那可能呢，这个我们说我们自己不是这个一个很富有的国王，同时也不是一个这么有学问的繁忙的一个学者。那再举的这个例子呢，他是一个很平凡工作、一个很平凡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就是帝洛巴大师。当时他的工作呢，也就是捣这个芝麻油，就是敲这个磨碎芝麻，然后挤出当中的油捣芝麻油的工作。所以说呢，这个帝洛巴大师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单朴素的，但是同时呢，他也修持大手印禅定而得到了成就。不仅是如此，我们说整个现在噶举的口诀的教法的精髓的根本，可以说整个基础跟根本就是由帝洛巴大师传承下来。所以我们会念说像金刚宗是帝洛那洛巴，就有提到帝洛巴大师。所以同样的，在座的各位法友们，可能有的人的工作非常的简单朴实，那么很多人会说，那我这样子是不是就不能够修持大手印了？并不会的，我们也可以像帝洛巴大师一样，有很简单平凡的工作，但是在工作当中呢，也可以修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各行各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修持这个大手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各行各业不同的这种工作。那么很多人我们都会想说，我要在一边工作，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在世俗的一边工作当中，但同时我们也在实现一些我们说就近的一种快乐，也就为了得到一种未来就近的快乐，也就是修持哦。那这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在一边工作，同时又能够在工作当中实现我们的这种得到一种就近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呢？这个方法它就是大手印的禅修。尤其我们看到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说科技发达，社会经济发达，也都越来越进步，但同样也让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呢变得非常的急躁，非常的繁忙。那很多人会说，我现在工作实在太忙了，我没有办法修持，那是不是就放弃了呢？那这是不行的。那我们还是要为了我们真正就近的一个快乐，我们不能够放弃这个修持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谈到说，那怎么样能够将我们又要面对世俗的生活、世俗的工作，但同时又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能够找到实现我们得到就近快乐的一个目标呢？
那很多人说啊，我为了就近的快乐，我舍弃今生，我舍弃这些工作好了。那当然，如果能够这样做到，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放弃工作，放弃现在的生活。所以因此，重点在于说，我们要在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当中，同时呢，能够找到一个就近的快乐。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也都做到了。虽然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发现跟修行有些相违背的地方，但是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所以呢，过去第16世大宝法王他就特别说，现在的尤其是针对在一个生活比较好的地方、比较发达的这个国家呢，特别大手印的这个法门是更加的重要，而且更加的有帮助哦。那么，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当中社会当中是很繁忙，但同时能够修持大手印的话，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可以看到16世大宝法王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意、那心愿，同时呢，他也指导翻译很多大手印的经典，并且开示大手印的方法。他可以说针对了现代这个时代、现代的地方，还有现代的特殊的一些情况呢，给予了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开示，就是要修持大手印了。所以人们也觉得这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因此呢，我们今天连续这几天有时间学习大手印，并且实修大手印的禅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现在我们都有听说过，例如说大手印或者大圆满的这个法门哦。那大手印大圆满，它是非常的深奥的，我们说一个深奥的法门，同时呢也是见解非常高深的一个法门。可以说大手印大圆满是很特殊、很殊胜的这样一个法。但的确它是这么的殊胜，但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误的一种见解看法，也就是说，这种这么高深的、这么深奥的法，那它只适合一些真正有修的人才可能做得到。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凡夫或者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修，没有办法了解的。那甚至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各位也可能有听说过，有的人会说，那个初学者是不能够学大手印的，或者说不能够我们不能够对一个初学者呢来讲说这个大手印了。但是因此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听到之后，我们会觉得糟了，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参加这个大手印？我是不是不应该来禅修大手印？但人们却说，您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有这样的怀疑的。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介绍到说，这整个的传承，我们说从帝洛巴、那洛巴，然后马尔巴、密勒日巴传承下来的法，主要有2个部分，一个叫做方便的方法、方便的道，叫做那洛六法；第二个呢叫做解脱的道、解脱的方法，就是大手印有这2个。那么首先呢，方便的道、方便的方法、那洛六法呢的修持，就需要透过像是灌顶，还有口传，还有教授，或者说一些老师的这种口诀的教授，或者我们要观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等等的修持，这个是指叫方便道那洛六法。那么第二个呢，叫做解脱道，也就是大手印呢，它是指这个大手印的传承，它有一些不同的传承，它有传承自显称的大手印，也有叫做密称的大手印，同时也有显密合修双运的这样一个大手印那总之，大手印它是一个直观我们的心性的这样一个方法。同时呢，像是显称的大手印有提到显称，所以显称的大手印它的意义呢，也跟我们在显称当中有像读诵《金刚经》或者各位有读诵《心经》等等，其实跟大手印的意义跟本质呢是相同的，只是大手印呢是将金刚乘显称里面《心经》金刚乘的要义变成是口诀的方式而进行禅修，因此被称为叫大手印。也因此呢，大手印的这个方法，无论是针对老参，就是学习过很久的人来讲，都可以修持的；或者对于一个刚接触佛法的初学者来说，也是可以修持的。那同时，我们称这个叫解脱道的大手印的方法呢，它是一个叫无造作的
没有造作的，也就是自然的意思，无造作的一个禅修方法。那么虽然说是一个无造作的自然的禅修方法，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个帮助，我们叫助缘，帮助它的一个缘。这是什么呢？就是要积聚福德资粮，要有福德资粮。也因此，达波仁波切就是冈波巴大师呢，他在针对许多初学者的弟子，那譬如说教授他们各种的口诀，甚至给予灌顶，或者教授他们噶当派的一些修心的口诀的时候，都提到，那要具备积聚资粮的部分，也就是要透过身口意各个部分来积聚资粮。例如说身体上来做礼拜，或者我们呢口上呢多念诵咒语，或者心上多修禅定，或者呢是我们在财务上可能比较富有的，我们透过财务金钱的做供养等等，这都可以是积聚福德的方法。如果我们在附带的平时能够做这样的一些福德积聚福德善业的方法，这个可以说呢就是帮助我们禅定修持禅定的一个助缘跟一个帮助。那么就谈到大手印的修持方法，大手印的口诀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那么在今天这一次我们教授的内容呢，就是第三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让琼多杰他所写的这一部叫做《大手印》的祈愿文。那么这一部祈愿文，它可以说就是发愿说我们能够证悟解脱、证悟大手印的一个愿文，一个发愿啊。虽然说这是一个发愿而已，但是呢，事实上这一部愿文当中，它把整我们如何修持大手印的情况呢，都清清楚楚，并且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给予了一个介绍。譬如说，最开始修持大手印要具备什么基础，之后要如何修持大手印，到最后修持大手印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果位。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愿文当中，它是一边透过我们发愿的方式，但每一个发愿当中又告诉我们禅修大手印的口诀。所以说，它是一边发愿，一边有这样的口诀，大手印的实修的方法口诀在当中。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读诵，当我们在发愿念的时候呢，也能够慢慢次第的进入大手印的一个修持。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易，也非常对我们的心有帮助的一个方法。而且我们会看到它的内容并不多，它总共只有25个偈子，但就这25个偈子呢，各位可以说是容易修持，而且平时也都可以多读诵它。首先呢，我们这里是翻到可以是第6页，或者是各位翻到后面也可以，后面的话是第19页。那么这里会看到说，大手印愿文的第一句叫做南无咕噜。南无咕噜呢，翻译它的意思呢，也就是礼敬上师。那首先提到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在修持大手印的禅修的时候，要祈请上师，并且呢，要比如说礼敬上师、修持上师的这一些相应法等等的，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首先，我们说从整体佛教来说呢，三宝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佛宝，还有呢由他所开示出来的法，也就是法宝，还有呢僧宝。这三宝呢是我们最主要要皈依还有祈请的对象，这是从整体佛教来说。但是呢，在密乘里面来讲呢，更重要、更殊胜的一个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上师。那可能对于很多初学者、刚接触佛法的人在听到说上师是更重要的，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不了解。但是这里会提到上师更加的殊胜，是有它的原因跟它的意义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说从佛法弘传的角度来说，的确谁最重要，对我们的恩德最大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因为有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弘扬，我们现在才有机会能够听到佛法。但是我们会说，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圆寂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看到他，或者亲自的听到他的说法。那会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没有办法亲耳听到他的说法，就造成我们在修行上
或者是实证佛法上、实证佛果上的一种障碍呢？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这种就好像亲见到佛陀、亲自听到佛陀说法的这种福气，我们现在有吗？还是有的。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福气呢？这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过去开示了佛法，一直到现在代代相传下来，而代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呢，他们也听闻这些法教，并且实修法教，得到了这个证悟，得到了果位。一直到现在来说，这样子一个殊胜的法教，它的传承从来没有断过。所以我们呢也很有福气的跟随到了我们的上师，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教法，而能够实修。因此，从我们跟随我们的上师得到了这样殊胜的佛法，跟我们亲自见到佛陀得到这个法门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所修的内容、所修的东西是一样的。同样，我们从上师得来的法教，透过实修得到的果位，跟我们如果亲自见到佛得到的果位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一般整体来讲，佛陀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的大。这从整个世间有佛法的角度来说，是佛陀的恩德是最大的。但从我们各自学习佛法的角度来说，谁的恩德最大呢？这是指我们的上师。在密乘里面会提到这样一句也就是上师是殊胜的，上师是重要的。这样一句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口诀一种教授，一种口诀。那么的确，我们说对于佛陀我们尊敬佛陀，或者说恭敬释迦牟尼佛，并且对于佛宝释迦牟尼佛升起信心，这绝对是最好的一件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有的时候如果不清楚的话，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说哎呀，我对佛陀是恭敬，但是呢，你看佛陀他在过去几千年前他已经圆寂了，那他流传下来这个法可能也没有什么力量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的一种心，可以说一种信心不够坚强，不够坚定也因此呢，你会不太想要修持这个法门。同样也因为你不太想修这个法，所以你得到的这个果位它也没有办法非常的正确所以因此在密乘里面强调说，上师比佛更加的殊胜。这一句口诀呢，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跟随上师所学习到的法，它就是佛陀代代相传下来这个殊胜的法门，跟佛陀亲口说的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也因此，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法教，对于佛法，我们会有一种正确的观念，一种亲近的观念，而且会有一种信心。当你对法有了信心的时候，你就会精进要修持。当你一精进的修持，你很快就能够得到圆满的佛果。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最开始会提到说南无咕噜，就是要礼敬上师。那么在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愿文当中了。第一个愿文是：上师本尊坛城诸圣众，十方三世诸佛及佛子，悲念于我及我所发愿，愿皆如意成就其加持。那么最主要这个愿文呢，是我们要发愿说，希望我们所有所发的一切的愿望呢，都能够真正的实现那么为了要让这些愿望真正的实现，那它需要一些因缘的和合其中这些因缘是什么呢？这里就提到说，我们需要有这些佛菩萨们的一个大悲的加持，透过他们的加持，能够让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所以这就是我们愿望实现的一个因缘，就是这一些佛菩萨们。那么最主要的佛菩萨们是有哪一些呢？这里有提到有4个部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上师这里的上师，它指的分别是第一个我们的根本上师，还有第二个传承的祖师。那么像所谓的传承的祖师，指的就是从金刚总持一直到帝洛巴那洛巴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我们说伽玛刚仓，我们称这个自宗叫做伽玛刚仓的这个传承，一直传承下来到现在呢，是第17世伽玛巴乌金切类多杰。那所有这些根本上师，还有像以上这些传承祖师上师们的一个大悲加持呢，而让我们的愿望能够成就。所以这是第一个是上师的加持。
那么第二个呢，提到的是本尊坛城诸圣众，这是一个本尊坛城诸圣众。那这是指说在噶举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本尊，那像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修持过某一个本尊，或者有修持2个本尊等等。那无论修什么本尊这里说也祈求这些本尊坛城圣众们的一个加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祈请的对象呢是十方三世的佛。这里是佛，所谓的十方呢，是指说在现在各个地方的所有这些佛，他在弘扬着佛法的说法的，他在利益众生的这些佛呢，还有包括三世，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佛，这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就是佛子，指的就是菩萨。也因此呢，有这4个对象，也就是上师、本尊坛城诸圣众，第二个，第三个是十方三世的佛，还有第4个是十方三世的佛子。那祈求他们能够悲念于我及我所发愿，然后呢，愿皆如意成就其加持，希望加持我们的各种愿望都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发愿它到底有什么用处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发愿的感觉好像是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一个凡夫，然后我们在向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的一个佛，然后我们在喊、在祈求、在发愿也可能觉得他们到底在不在，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佛菩萨？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的确，我们说凡夫，我们的肉眼，我们现在虽然看不见这一些佛菩萨们，但是我们说佛菩萨们他们的智慧的眼呢，是随时在看着一切众生的。也因此，当我们发愿祈请的时候，佛菩萨他们的耳朵能够听到，他们的眼睛也能够看到，他们的慈悲心也能够观看到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重点是要发愿。如果我们不发愿、不祈请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加持所以在这里说发愿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愿望实现的。那么在刚刚这谈到的呢，是我们说在发愿要让一个愿望能够实现呢，它有因跟缘的部分刚刚第一个句子是谈到的缘，我们要依靠了上师本尊还有佛子的这个缘呢，而帮助助缘，这个缘帮助我们的愿望成就。接下来呢，第二个偈文是我们要让我们的愿望成就的一个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善因。那这个善因呢，有我们说有就近的善因或者暂时的善因2个部分。那么就近的善因来讲呢，也就是要得到一个就近的佛的果位。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第6页最后一行提到说，愿皆汇入四生佛海中那这个就是一种就近的果位。那这是指说呢，这是自他无论自己也好，他人一切众生也好，我们都要得到这个殊胜的佛的四生的果位，而且要出离这个轮回，成就这个佛道。因此这里说，愿皆汇入四生佛海中。那么这个偈文第2个偈子，它主要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例子的方式来形容。它整个比喻呢是说，就好像这个一座清净的雪山，从这个雪山呢流出清净的水，而这个清净的水呢，最后都汇入到这个大海。它是这样这个比喻。那首先这个雪山，清净的雪山，它是比喻什么呢？它是指说比喻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发心的一种清净。所以这里提到说，意乐加行清净雪山身意乐是指我们的心，加行是指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心跟行为清净的一座雪山。那这里是指说，首先我及无边一切有情众，就是我们和一切的其他的众生，我们都需要积聚善因，都要做这些善的种子，造这个善的因那我们要如何具备一个善的因呢？那就需要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清净的动机呢？这个清净的动机、清净的方式就叫做意乐加行也就是要从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行为上这2方面都要清净，才能够积聚善因。那么首先谈到意乐，就是我们的心的清净，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那就近来讲呢，无论是从就近来讲或者暂时来讲，我们都带着一念能够帮助一切的众生，
利益众生的一念心，完全就是这样一念心。你这样一念善心当中，不会夹杂着有嫉妒的心，或者嗔恨的心，或者各种的烦恼是没有的。所以说，所谓这里清净的意乐的心呢，它指的就是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这三个部分。那慈心就是希望给予众生快乐，悲心就是希望众生脱离痛苦，那么菩提心呢，就是希望众生远离痛苦而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在这里说意乐清净的意乐是指清净的心，就是要具备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三个部分。那么第二个谈到说加行，就是我们的行为，那么具备了这样一个清净的动机，然后同样我们行持我们的作为呢，就不能是只为自利或者再有烦恼，而是说完全的以一念清净的心呢，利益他人的各种的善行都要去做。所以在这里是指说这个心，它指的是我们的因，就好像是因是一样的。那我们的行为呢，就是身体跟语言的行为是果实，我们这个心可以导引我们这样的一个身语的行为的果实。所以在这里比喻说，首先具备清净的心跟动机，就是意乐跟加行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座清净的雪山。所以呢，透过了我们首先清净的心，还有清净的行为，也就是意乐跟加行呢，而造的各种的善业，这些清净的善呢，就好像是雪山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雪山清净的善、清净的心跟行为而成为的这些善，如雪山一般呢，它就流出这种水，成为河流哦。那我们说，当从雪山下流出这个水的时候，这个水如果在中间遇到河流当中有一些不清净、不干净的东西，这个水呢，它也会变脏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中间的时候呢，这个水它也要是清净的。所以说，三轮无浊，善业常流水。那这里是指说，当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做了这些善业了，积聚了这些善业，同样我们没有一种执着。如果说我执着说这是我做的，或者说这是我有多了不起、多重要，我做了这个善行，而你升起了一种贪心或者我慢的心的话呢，或者你认为说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这个善行它是真实的，你而执着它的话呢，那么这个从雪山流下来的清净的水，这个善业呢，它也会被污染了。所以在这里说，为了不要被污染，所以我们要三轮无浊的，也就是没有贪心、没有慢心、不执着的这样子的去行持这些善业。那么因此这样子的流水清净的善业，为了自己为了他人的一切善业，最终这个善它要汇归到哪里呢？是要汇归到大海的。所以说愿皆汇入四身佛海中。那这里的大海指的就是佛的果位，佛的四身的果位。那么首先谈到什么叫做佛，佛在藏文里面叫做桑耶，两个词，一个是桑，一个是给。桑的意思呢，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消除了。那么也由于一切的烦恼都消除清净了，所以第二个词叫做结。结的意思就是那他的智慧跟功德都增长、都开启的意思。所以说，在藏文里面，佛呢是有桑跟结这两个词的。那么证得了这个佛的智慧，同时所谓的佛呢，它代表的就是佛的本质，就是一种智慧，而这个智慧的佛心的本质呢，就被称为叫法身了。所以说这里有汇入四身佛海中。所谓的佛的四身，第一个就是代表佛的心意的智慧的本质，就是法身。那么再来是第二个是报身跟化身，这个报身跟化身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展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形象，所以是报身跟化身。那第四个身呢，叫做自性身。所谓的自性身，也就是指这个法身、报身跟化身，他们在本质上，他们在法界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因此呢，被整体它又被称为叫做自性身了。所以在这一个句子就告诉我们说，透过了修持这个善业，所以从最开始的发心、加行，到中间没有执着，到最后的佛果呢，都能够清净的这样一个愿。那么以上呢，刚刚这个偈文，也就是第二个偈文呢，刚刚这个是谈到说就近的一个愿，也就是发愿说就近能够成就
佛道哦。那么，但是呢，我们说，的确，我们透过这个发愿，最终能够成就最终的佛果。但是中间呢，我们也还是需要有精进、努力，还有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哦。如果不具备这一些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说马上发了愿就能够成就佛道。我们还是得一步一步慢慢的修，透过精进跟信心才能够成就佛道的。所以，因此呢，接下来这个愿文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在我们还没有成就圆满的佛果，就是得到究竟的这种果位之前，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需要精进修持佛法。那在这个当中，也希望我们修持能够顺利。因此呢，接下来的这是第3个愿文，就是第7页上面的第3个愿文呢，这是告诉我们发愿说暂时的一个愿望。所谓暂时，就是指在还没有成佛究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叫做暂时的这个愿望。所以这里说，乃至未得如此果位时，所有一切生生世世中。那这里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在得到究竟的佛果之前，究竟的果位之前呢，那么我们可能多生多世还需要多生多世的轮转，并且修持这个法门。那有多少生，这是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不同的。但是无论在哪一生当中，我们都发愿不闻罪业苦恼之因身，愿常受用善乐福德海。那这里首先解释到是愿常受用善乐福德海，那这是指说我们要在每生当中都能够得到各种的善跟各种的福乐哦。那这些福乐它是怎么得到的呢？它需要具备善的因，透过善的因的修持才能够得到快乐。那么善的因就像是刚刚的经文中有提到，我们的发心要清净，然后我们的行为要清净，这是善的因。透过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快乐。那么这个快乐是不只是一点点而已，它是非常的多，像是大海一般，所以被称为叫做福德海。那么接下来不仅仅是得到快乐，前面的经文说不闻罪业苦恼之因身，同时呢在生生世世当中也没有痛苦，而且呢也没有痛苦的因，就是不造各种的恶业。透过了这样子没有痛苦也没有痛苦的因，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种究竟的快乐。所以这里是发愿说，在我们未成佛前生生世世当中，我们都要积极的造作各种的善业，并且透过这个善业得到快乐。同时呢，我们也要不造各种的恶业等等。所以这2个偈文，刚刚以上分别，第一个是谈到究竟，得到究竟，发愿得到究竟佛果的偈文。那么在未得到究竟佛果之前，这个当中生生世世中我们要发愿的，这个是暂时的愿文哦。所以有这2个。那么刚刚谈到的这2个愿文呢，那它不仅仅就只是一个发愿而已，它真的就是口诀哦。所以它当中有非常深奥的口诀。怎么说呢？透过了这2个偈文呢，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口诀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一切的善行，都是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都是为了自他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这是第一个。那么第2个一个口诀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现在我们要从暂时来讲，是我们现在呢在未成佛前，我们要尽力的积聚资粮对不起，然后要积聚资粮福德，还要呢净除各种的罪障，不造恶业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透过这2个偈文，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要义跟口诀。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更广泛的、更详细的来解说这个大手印了。那当中就包括说，整个大手印它要禅修具备的条件是什么，修持的方法是什么，最后得到的果位是什么。那么首先呢，接下来的这个偈文告诉我们说，修持大手印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首先谈到的是第4个偈文，这里说具性智慧精进及暇满，是善知识得受极心要，如法行持无诸中断障，愿修圣法生生世世中。那这是我们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里提到说，首先
藏文里面是先提到暇满，得到暇满人生哦。那得到暇满的人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是投生了为人，我们并不是投生其他道的众生，譬如说畜生。那譬如投生为畜生的话，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来修持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暇满殊胜的人生，那得到了这个难得投生为人，这是很有福气的。那因此我们要好好来利用它。那如何来利用它呢？如何用这个暇满的人生呢？那它就有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内心的部分，内心里面呢就要具备3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要有信心，第二个要有精进的心，第3个呢是要有智慧哦。那中文的顺序是要具备信心，第2个智慧，还有第3个是精进，这是指我们心中要具备的。首先呢，讲到什么叫做信心，也就是说这个信心它就像是大地是一样的，大地能够生长万物，所以同样当我们对佛法对正法有信心的时候，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开展，都能够生长出来。那接下来因为有了信心，我们就会想要精进来学习跟修持，有了精进，同样智慧就能够升起哦。所以在这里就分别谈到以刚刚这2部分，第一个是外在来讲，我们具备了暇满的人生；内在来讲，我们的心上要具备信心、精进跟智慧这几个部分，这都是我们修持这个佛法的最要具备的一些顺缘，要具备的一些缘。那么具备了这样暇满人生，还有信心、精进、智慧部分呢，接下来还要具备的是，这里说要事善知识，得受集心要，也就是我们要亲近跟随善知识。什么叫做善知识呢？也就是在我们修持佛法的时候，给予我们鼓励，给予我们指导，甚至看到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修错了，我们要回到正途，提醒我们的人呢，这个都被称为叫做善知识。那么因此这里说我们要多亲近善知识哦。那亲近善知识并不是说就跟上师一起吃饭，一起喝东西，一起在一起，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是要做什么呢？这里说要得受集心要，就是我们要跟随善知识，是要学习法门，得受到这些口诀。什么叫做口诀呢？口诀包括很多部分。那譬如说上师会告诉我们你要修这个法门，然后呢你修了这个法你会得到什么的果位，还有你不修的话会有怎么样的情况，这种都叫做口诀，对我们的一种提醒。那么口诀的内容也有很多，譬如说针对正法佛法上的一种口诀，或者说我们在禅定上的口诀，或者实修大手印的各种的口诀，所以内容上口诀也有不同的。但是虽然口诀这么多，因此呢，这里我们说，无论是就近的也好，暂时的也好，各种的口诀，我们都要这里要得到的是最重要、最极心要的口诀，我们要多亲近善知识而得到。所以呢，以上这部分有谈到说，修持佛法我们要具备的一些条件，或者说叫顺缘。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一个叫暇满难得的人生，第2个心上来讲要具备智慧、精进跟禅定，同时第3个要亲近善知识。那么具备了这样的暇满的人生，还有这个信心、智慧跟精进之后，要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要如何来修持呢？那这个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要如法的行持哦。所谓如法的行持，就是好好的依照善知识的这样开始，好好的依照的去修持，这个叫做如法的行持。那么同时接下来提到说无诸中断障，这是指说当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偶尔有时还是会遇到各种的障碍、各种的逆缘，但是我们要发愿说不要受这些烦恼障碍的影响哦。那谈到说中断障啊，它也叫障碍或者中断障。那这个障碍、中断障，它有分为外在的、内在的或者秘密的各种的障碍。那举例来讲，像所谓内在的障碍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各种的一些烦恼，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想法、一些判断、一些错误等等。那我们这里说没有内在的障碍，指的就是我们不被我们各种内心的烦恼所影响，而能够专注在我们修持佛法的这个信念之上了。所以这里说如法行持，并且呢无诸中断障。然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句，这里句说如法行持无诸中断障，它不仅就是一个发愿而已，它也是一个口诀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精进，并且有了这些之后要如法的修持，并且呢发愿说不要有各种的障碍等等。接下来说愿修圣法，生生世世中，那这是一种心愿，这是很强烈的一种心愿。也就是说，我们发心不只是我今生发了这样的愿，我今生好就好，我不管我的来世会怎么样，并不是这样的。而这里的一种发愿是它很强烈的，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生世世的。所以我们说要发愿，愿修圣法，生生世世中，我们的每生每世都能够修持正法。要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发心。那这种生生世世修正法呢，怎么修正法呢？也就是前3句提到的，要具备信心、有智慧，并且暇满的人生，并且能够亲近善知识，如法的修持，没有障碍而得到最终的果位。所以这个偈子呢，它是透过一个发愿能够这样子，但同时呢，每一句当中也阐述出一些精要的口诀。那么早上的课程就讲到这里。